自学2025年4月2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上主的男抱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雅歌书第2章第1节到17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雅歌书第2章。我是沙伦的玫瑰花，是山谷的百合花。我的爱人伫查某囡仔中，亲像漆皮内的百合花。我亲爱的查甫囡仔中，亲像树林内的苹果树。我真爱坐伫伊的蔭黄下，伊的果子我食起来真甜。伊带我入宴席厅，用爱情的旗嵌伫我的顶面，用葡萄干圆补我的力，用苹果赞我的元气。我爱伊爱甲破病。伊用倒手扶我的头壳，用正手揽我。耶路撒冷的查某囡仔，我举羚羊甲田野的乐舞，恳切甲恁欢呼。毋通拍醒，毋通搅扰阮的爱情，甲阮欢喜满足。看咧，我亲爱的来啦！伊搬山过岭，跳跳跳跳得来。我亲爱，亲像羚羊，亲像鹿仔。你看，伊徛伫墙仔外，对窗仔直看，对窗仔纸直探。我亲爱的出声对我讲：我的爱人，我的美人，起来，咱来去。冬天已经过，雨已经煞，花开满遍地，鸟仔唱歌的时到啦。伫田野有听见放鴿的声，无花果渐渐成熟，葡萄树开花发出香味。我的爱人，我的美人，起来，咱来去。我的粉鸟啊！你觅伫石棚内，伫山岩稳密的所在，求你互我看你的面，听你的声，因为你的声温和，你的面真水。甲阮掠狐狸，遐个毁坏葡萄园的细只狐狸，因为阮的葡萄拄仔在开花。我亲爱的是我的，我嘛是伊的。伊伫百合花中在饲羊。我亲爱啊，你着伫日亮冷、影春长的时转来，亲像羚羊，亲像鹿仔，对坎坷的山岭倒转来。上主的男抱。就亲像真侪教会伫咧伫儿童时间共款，我牧养的教会也有举办儿童周末营队，希望透过诗歌敬拜、圣经信息、在家课程来陪伴教会甲社区的儿童成长。其中较特别的是，阮每礼拜拢会安排一段祈祷时间。请同工个别聆听囡仔的分享，佮分别和囡仔做伙为着内心、家庭、学业佮生活上的需要祈祷。这检采互人联想到特会的祈祷服侍，服侍者迫切祈祷，受服侍者感动流目屎，整个会场弥漫神圣佮动人的氛围。不过，这种感动的景象真少发生伫为儿童祈祷的服侍中，因为阮关心的囡仔只有少数是教会信徒的子女，大多数来自社区的一般家庭，
也来自中低收入户、单亲也是隔代教养家庭，因为安尼，这个囡仔伫同工的祈祷服侍中，乐错分享、放空戇神、分心耍笑的情形真普遍。尽管毋是逐个囡仔拢愿意拍开心房分享，教会同工也想方设法努力亲近因，接纳各式各样的状态，尽因所为甲囡仔互动对谈，希望搁较认捌每一个独特的生命，互祈祷的内容搁较通搭近囡仔的需要。伫教会周末营，同工中心做好每一件小事，也甲家己和囡仔互动过程听闻的资讯，带到同工会议中分享，进一步讨论安怎应对每一个囡仔的个别情况，搁再一次为着囡仔因的状况代祷。有一位同工伫咧带领诗歌敬拜时，捌安尼分享：小朋友，咱和爸爸妈妈揽抱的时，会举起双手；当咱伫咧敬拜中，双手举起来，天父也会照安尼甲咱揽抱。伫宗教礼仪中，举手带有多元的含义。我认为同工的即句话已经精准表现出基督信仰的核心，就是甲天父上帝建立疼的关系。因为上主是疼的源头，伊的作为亲像揽抱，互人感受到疼甲温暖、归属甲安全。伫今仔日的经文中，作者用诗歌的想象，描绘出三疼恋爱中的人揽抱做伙的画面，可比上主深深揽抱伊的百姓，带着上真挚深刻的情感。作者阁讲：看咧，我亲爱的来啦，伊搬山过岭，跳跳跳跳得来。这也互人想起耶稣讲过的浪子回头的譬喻。老爸远远看见晃动的细汉囝转来的身影，就急奔划过，将失而复得的浪子侵揽入怀。检采周末营的同工参囡仔祈祷了后，因的烦恼甲困难，并无随时得到解决，也无出现神奇的事。但是囡仔必定记得有一阵大哥哥、大姐姐，捌伫因拄着困难的时，用心陪伴因，互因感受到疼甲关怀。相信有一日，这份温暖的回忆将引带因到上主面前，伫祈祷中体会到天父的慈爱，维系因像深深的揽抱。默想，互上帝揽抱的感觉发生伫倒一寡时刻？互上主揽抱的感觉发生伫倒一寡时刻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上主啊，你是疼的源头，我要对盲目的追找中倒转，归向你温暖的怀抱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